嘉义县的高龄人口比率已经来到20.25%，代表进入超高龄社会。为着要找出中高龄加高龄者的劳动价值加规划安排，国内外各界代表13即天伫中正大学召开研发劳动力论坛，希望事业单位加企业团体会当做伙来了解未来劳动力的趋势加调整的方向。 那相对的找人是非常困难哦。那这个大概是今年可以看到的状况是，那个缺工缺得非常严重。人力银行的统计数字记录国内45岁以上的中高龄者，甲65岁以上的高龄者找头路的状况。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甲嘉义县政府中正大学伫13号即天共同举办高龄劳动力论坛，希望会当替高龄者增加劳动参与的机会。 可能还是以传产这边的一个增加的人力是比较多的。好，那这部分就是我们会在努力协助我们的中高龄者，他如果要进入这样的产业的时候，他必须要调整他自己怎样的心态。中高龄还没有什么跟一般的年轻人比较起来，差距没有很大，加上中高龄的稳定性比较高。 嘉义县是农业县，而且老人的比例阁是全国上悬。为要协助做事的时代，有机会阁找到头路，而且阁会当学到新的技术甲知识。嘉义县政府甲中正大学嘛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会当参观和合作，协助嘉义县想要找头路的高龄者。要关注的或许会落在比较年纪更大了哦，所以说我们在定义的这个所谓的65岁。那所谓65岁这个高龄就业的话，事实上这个就要看工作上的安排了啊。常因为年纪的关系，受到无共款的歧视所以讲未来劳工青年发展处会针对这来为这咱的高龄者来做服务。 嘉义县中高龄的人口数大约有将近26万人左右。劳动力发展署温家分署表示，配合农业是嘉义县的主要产业，目前主要拢是找富行经验的相关工作，希望会当改善嘉义县中高龄甲高龄者的就业情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